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庆祝热燃遮城奠基398周年，安平居民连续4年号召民众前往安平古堡合照，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现场吸引了将近500位民众共同参与。为迎接热燃遮城奠基400周年的到来，安平居民林习田、陈义天以及沈同斐在4年前共同发起王城庆生会活动，但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将原本的庆生地点安平古堡接力前改到热燃遮城博物馆前。来自社会各界将近500位民众一起祝贺安平古堡生日快乐。奠基395，办到今年398，已经4次了。我们希望我们安平这一块文化重镇会被大家重视，因为我们安平呢，在398年前已经跟世界贸易接轨，上至日本。然后呢，西边到大陆，南边呢到印尼，甚至于到欧洲，这一段史诗呢，值得我们呢，怀念。感谢这个安平的乡亲哈，大家来参加这个由居民发起的这个安平古堡，奠基398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已经办了4年了。那我们希望更多的安平人跟台南人来投入这样子的活动。是在2年后啊，就是台湾建成400年嘛，那府城就是一个起点，所以我觉得这一项建成400年对安平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也是在地安平人，所以就是从小在安平古堡，不仅是户外教学，它是我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就是有点一个传承的意味，这么多小朋友一起来帮这座古堡来庆祝生日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咱大家做关心咱安平古堡、咱王城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好朋友吼，大家做伙来参与吼。相信讲，阮市政府的建成400年，我们会有更好的一个构想哈，会有一个更好的亮点哈。我们这几年会持续办理一些相关的活动哈。台南安平地区的很喜欢安平文化的民众自己自发而来做的一个活动，它的最可贵是因为他们爱安平，而且呢，在安平这里把台南王城的文化让大家知道，也让大家了解。更重要的是，这么好的文化，他们欢迎你借着这个活动，大家一起来说一声安平生日快乐。这次的庆祝活动，除了有石门国小、安平国中、西门实小等在地学校参与，还有不少安平居民以及台南市的民众。另外还有南台科技大学、昆山科技大学参加，场面是相当热闹。记者张社维台南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台29线双连窟路段弥富罗桥到板布努兰桥通车典礼，而那玛夏桃园到义大医院预约就医交通服务也正式上路。陈其迈表示，自担任市长以来就非常注重解决偏乡交通问题。3、2、1，请剪彩。收，你用手套收剪，请热烈掌声祝福通车典礼。高雄市长陈其迈10月29日出席台29线双连结路段弥富罗桥、板布努兰桥通车典礼。陈其迈表示，这不只是一座有形的桥梁，更是搭起一座生命之桥，也是连结情感的桥梁。这条路是属于那玛夏部落所有族人朋友共同回家的路。今天包括我们的弥富罗、板布努兰桥，这个是在台29线通往那玛夏最重要的一条道路。那过去每次大雨或者是大水来，就冲了就断，冲了就断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改变工法，那也要特别感谢行政院给了我们那玛夏居民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让我们不仅在那玛夏的居民，包括他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在整个人员交通的
这个连结，那可以更安全。那也要特别感谢行政院苏院长跟整个我们公路总局所有同仁的努力。那马夏桃园义大医院预约就医交通服务也正式上路。陈其迈说明，自担任市长以来，就非常注重偏乡交通问题。这次也与义大医院合作，由卫生所预约转诊即可协助挂号，到医院转诊柜台直接就诊，接受义大医院最好的医疗服务。高雄市累计到现在已经有58条的这个公车式小黄，都是全台湾第一的啊。其实路线多频繁，那因为公车式小黄最大的优点就是在它的机动性跟方便性，而且是客制化啊，那满足所有偏向地区所有的交通的一个需求是最方便的。一台大的公车进来，那我们偏向的民众其实人数也不多，那一台大公车进来，再没几个人就出去，然后一天来一次，很不方便。所以用公车式的小黄，用更机动、更便利、更灵活、更客制化的一个方式，提供最完整的医疗的服务。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偏乡地区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希望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也能够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高雄市目前累计58条公车式小黄路线，全台第一。公车式小黄最大的优点在于机动性、方便性且客制化，可满足所有偏乡地区交通需求，收费比照公路客运。陈其迈感谢交通部及民意代表的支持，一起照顾好偏乡地区就医的需要。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教育局与成功大学科学教育中心共同举办的全民科学周，在文贤国中揭开序幕。继去年以光为主题，今年主要以电的产生、储存以及传输作为主题，让学生们透过闯关的方式，在玩科学的同时，可以学习科学素养。25号上午，2021年的台南全民科学周在文贤国中正式开始。今年活动以电为主题，透过设计科学实验，让学生们运用科学知识，以闯关的方式来达到做、用、想的目的。配合108年以素养为主的新课纲，让同学们将科学结合生活，学以致用。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再给我们孩子这样的一个舞台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呐那接着我要谢谢我们的成大的团队，然后成大的团队这个科教中心许任勇教授来到我们学校带着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学校的科普教育更活泼更生动我们都知道现在108课纲，今天我们科长也在谈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活动对我们学生的孩子的影响事实上这个108课纲之后，我们都是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现场每一个主题都由文贤国中的学生作为关注，今天也特别邀请到成功国小的同学一起来参与科学闯关的活动。就是说我们今年呢因为我们有学生团队，所以帮我们发展了12组器材这12组器材里面呢是以那种电的产生，然后储存还有传输为主题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到呢，就是科普市集里面就是由这12套器材所弄出来的。那今年我们也特别的用这个收纳箱的概念那能够呢让这些材料可以继续传承下去不是1年用完以后就不见了那因为这个课程内容相当丰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一直传承下去。那除了有这个特色之外呢，我们今年呢也用一个很完善的科学密室。OK， 那这个科学密室呢，就是邪恶科学家的研究室然后呢，就是同学们呢可以参观完这个科普市集之后，用所学到的能力，然后呢进去闯关从密室做逃脱。全民科学周活动已经举办第6年，过去每年都有上千位学生来参加活动，明年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时间一起来参与科学周的活动。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在许多人的回忆中，芭蕾舞老师总是非常的严格，但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舞蹈班，
教室内欢声笑语不断。老师李佩石用活泼有趣的方式进行教学，带着孩子们快乐地学习舞蹈。音乐响起，腰杆挺直，精心地雕琢着每一个动作。这是位在前镇的舞蹈教室，有别于印象中严格的教学方式，舞蹈老师李佩石用自身从小到大的学舞经验，加入爱心与耐心，细细地指导着这些孩子们。因为我知道，其实学跳舞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那孩子们呢，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那因为我也曾经遇过。非常的感同身受。那我希望呢，他们在喜欢跳舞的同时，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知道怎么去让我们的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是我们需要进步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加油。那希望孩子是真的很快乐的来跳舞。在舞蹈世家长大的李佩石，比谁都还了解练舞的辛苦，因此每每看到学生们练舞，就仿佛看见小时候的自己，更是下定决心要以温和包容的方式，让小朋友真心的喜欢跳舞，爱上律动。我希望孩子来到这边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来学跳舞，对，那希望说呢，能够有更多喜欢跳舞的人，那我们用。就是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学跳舞的方式是很严厉，以前的老师是很严格，那有一点就是你劈腿就是要拉很开，可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孩子他天生的条件就是这样子，那要用什么方式鼓励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才不会抹煞掉孩子喜欢跳舞的心。从孩子们练舞的神情可以看见，大家来到这里不仅是开心的跳舞，也结交了许多年龄相仿的好朋友。家长也说，这个舞蹈班就像一个家，孩子来到这里学习，爸爸妈妈都十分放心。老师他的教育方式非常的用心，他非常的爱小孩子。然后我觉得这一间舞蹈教室让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很像一个家。我觉得跳舞可以学到很多动作，还可以交到很多朋友，所以觉得很好玩。我觉得跳舞是一种兴趣，也是一种可以发泄情绪的一种游戏。李佩石将自己这份对舞蹈的热情投入在教学上，不仅教别人的孩子，就连自己的3个儿女也在班上学习，将工作与生活结合，打造一个像家一样温暖的舞蹈班。记者邱建勋、林嘉义高雄报道。国立台南佳琪高中舞蹈班自民国79年成立迄今，刚好满30年。今年毕业成果展主题以萨来表示佳琪舞蹈班30而立的里程。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下能够顺利演出，是件很幸福也非常幸运的事情。所以校方先举行校内演出。未来也将巡回台南、高雄与嘉义的校外展演。国立台南佳琪高中第30届舞蹈班成果展日前于校内首场演出。今年主题30，特别邀请台北大学、台湾戏曲学院、台湾体育大学与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等舞蹈班的老师来参与编创。这次毕业展总共有8段舞码。演出的内容有芭蕾舞剧、彝族少女成年仪式与充满抒情对话的渔火，祝福学生岁月的致青春，以及新冠疫情的醒思，一起呼吸，与台南在地描写台湾8景之一的安平晚路等。30呢，对一个人来讲，我们常说30而立，所以对一个舞蹈班而言，在这个30年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辛苦的耕耘。那为了呈现出30年来的努力，这一次在舞展的舞码当中，我们有几首其实是致敬这样子的青春岁月，比方说《致青春》，还有我们下半场有一首《The Power of the Roots》。它其实都是在讲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稳健的扎根，然后才能够让这个成果能够枝繁叶茂。
对佳琪舞蹈班的孩子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度疫情的关系，非常多高中的舞蹈班取消了上台的演出。那我们常常觉得，孩子们3年的努力，其实就是为了最后在毕业展上面一个璀璨的展出。所以能够让孩子们完整的完成校内场跟3场文化中心的演出，其实在这个疫情时代，真的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那因此，在我们的舞马当中，也有几首非常值得推荐的，包括说一起呼吸。展现了这一个在疫情底下渴望呼吸跟想要挣脱束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另外呢，我也要推荐就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第2首舞马叫如歌霖铃，这个呢是为了致敬我们的诗人王章他所写的我们台湾8景之一当中的安平晚渡。校长表示，因为疫情降级与微解封，让这群舞蹈班的学生有上台表演的机会。除了校内展演之后，分别在校外的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高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与嘉义表现艺术中心来演出。欢迎喜爱舞蹈艺术的民众踊跃进场。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位在前镇的一摊无名水煎包，每到下午就会大排长龙。附近民众都抢着来吃阿嬷手工制作的小煎包，尤其是刚出炉外酥内软的口感，再加上特调的酱汁，让人更是欲罢不能。弯着腰，阿嬷将一颗又一颗手工制作的小煎包丢进锅里，加上面粉水以及沙拉油，盖上盖子。还没出锅，旁边早已有人等候，为的就是能够吃到刚出炉、外酥里嫩的水煎包。我开40几档啊，我30桶回就买啊。用手拿较好食，用机械拿较甜。有啦，千几都是有啦，就足多人买啊。甲我买到对日本啊、泰国啊，拢有报纸，拢有我的报纸啊。美国啊，日本啊。随即问来买的客人，有的人是刚好路过，看到许多人在排队跟着买，而更多的则是一吃成主顾的老客人。3颗10元的价格，再加上独门调制的酱料，让这摊古早味煎包生意是络绎不绝。就路过看看这个，很多人在排，所以来看看买看看。小小的应该还不错吃啊，大概第一次经过，看很多人在买，先买回家吃看看。对，经过就想说买下啦，辛苦这个时候。下午茶吃一点。我从20岁出社会吃到现在，口感很好啊，又便宜，一口的我不会形容啦，我就是吃的习惯了。不沾酱就很好吃了，它里面的馅也很好吃，都是高丽菜的，喜欢这种口感。高龄80几岁的阿嬷，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卖煎包，用这个摊车将家里的孩子拉拔长大。即便如今年事已高，只能弯腰驼背的做生意，阿嬷还是依然坚持每天开店，并且开玩笑的说，希望有朝一日能请市长来品尝一下属于前镇人心中的古早味煎包。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台湾的移工数量众多，移工与台湾的发展更是紧密相连。而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怎么样的呢？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USR 计划就力邀台湾福星与 140促成移工之声巡回摄影展。从中山大学出发，以学界的角色带动更多人对移工议题的关心。一张张的精彩照片都是移工们的摄影作品，透过影像记录与文字叙述的，不只是对故乡的思念，更包含对台湾的情感故事。中山大学在26号举办巡回摄影展的开幕活动，要带领大家看见移工眼中的台湾，支持移工教育，让移工的跨国旅程更精彩值得。推动移工议题，让台湾成为一个多元友善的社会。我想大概这2个标题呢，正可以代表整个展览的一个重要的精神。那移工呢，在台湾经济的发展，对我们家庭的支持呢，已经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台湾呢，也是一个重视多元文化发展国际化的一个国家。那所以把这些议题呢，透过这一个开幕的一个展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想这是我们 USR 团队呢，来协助办理这个开幕展。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他透过每一个月的薪水来支持他的儿女
未来有机会有更好的教育。来自各国的移工们在台湾工作、生活与消费，不仅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也与台湾人谱出一段段的生命故事。今年的摄影征件更是超过1000份，不只让学生们有机会了解东南亚文化，更让移工有一个艺术创作的发声平台。你会看到说这些照片里面，每一位移工他透过他的角度，有人讲的是他跟他照顾的老奶奶的相处的故事，或者是他在工厂里面他辛苦的赚钱，但他思念的是他每个月把他3/4的薪水寄回家，可以让他的儿子女儿上大学，让他的家庭可以有更好的未来。由透过这些移工的角度来看台湾，其实是跟这些比如说短期观光客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希望透过每一年持续累积这些作品，去塑造一个对于台湾来说一个很当代的，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记录台湾的一个片刻。外籍移工人数日渐增加，他们奉献劳力与时间，成就台湾的经济发展。疫情期间的缺工议题，更是凸显移工与台湾发展的紧密相关。中山大学也期望能够透过这次展览，让学生们从生活周遭开始，拓展国际观，培养多元的文化观点。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推动世界安宁日，许多医疗院所都会配合举办相关的宣导活动。奇美医院就有来自兰屿的居家护理所，以居家照护和音乐治疗的方式，来凸显安宁疗护已经不只是在病房，而是走入家庭的概念。这群来自兰屿达悟族的兄弟姐妹，在奇美医院大厅，以有人在为您祷告的诗歌，唱出他们对患者的祈福和安慰家属的心。同时，面对10月第2周的世界安宁日，兰屿当地受限法令，好不容易成立的居家护理所，强调就是以原民部落可接受的居家照顾，加上音乐治疗，来推广安宁疗护。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有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因为兰屿的文化就很特别，就是对于疾病、死亡，这些都是比较忌讳的，所以比较不太适合在机构或者是在安养中心。那所以我们的家访都是直接到案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居家照护这样。但是相对的，我们照护的方式也会跟台湾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除了做照护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带到灵性照护的部分，像我们会唱诗歌，我们会祷告。那这一切都是跟达悟的传统文化跟他们需要的那个层面来去做这样子，对。对，接受度比较高，而且我们音乐治疗这个部分，诗歌的这种，就是我们做完护理，然后再做这样子的祷告跟唱歌，对他们来讲很有感觉，这样子。每年世界安宁日，奇美医院都会制定不同主题来积极宣导，呼吁社会重视生命末期患者的自主意愿，避免无效医疗来减轻痛苦。除了强调安宁平权不应有别，每一个生命都重要，也宣导安宁疗护的场域不只是病房，而是进入社区机构和居家式的概念。我们奇美医院的这个居家安宁的这个服务呢，做得相当的大哈。那我们的安宁服务的这个范围很广，所以不只是居家，那么不只是在院哈，包括居家，现在甚至于我们也推动一些远距的服务。那么让这个服务可以走入社区，让这个医院无处不安宁，社区无处不安宁，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健健康康，那么顺顺利利的走完这个最后一里路。会中奇美医院也公开感谢一路走来对安宁基金大宗捐赠的民众，期待每一年用不同的方式邀请大家共同来认识安宁照顾，关心安宁全人照护的多元需求。记者郭文吉、林庚台南报道。感谢您的收看，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刘品言，我们再会。